Hello， 咁多位朋友，我係蘇文峰。今日我哋開門見山，直接拆解華語樂壇獨一無二嘅天后王菲背後最令人眼目，亦都係最體現天道智慧嘅財富與血脈大局。上一集我哋講到謝霆鋒把個人10億身家100立信託，留給咗同將柏之生嘅2個兒子。好多觀眾睇完之後都在問，咁王菲自己拿高達20億港幣嘅天價身家呢？謝霆鋒會唔會分到王菲嘅2個女兒竇靖童同李嫣又分到幾多？我今日直接開門見山，同大家宣布玄學真相。據傳王菲早已立落不可撤銷嘅家族信託，將自己個人名下價值超過20億嘅天價豪宅版權收益與投資基金1%留給咗佢嘅2個女兒靖童同李嫣。而跟咗佢20多年嘅謝霆鋒喺這20億財產入面1分錢都不拿，亦1分錢都不碰。一個係相愛2日4年嘅靈魂伴侶謝霆鋒，2個係跟不同前夫有為李亞坡生嘅女兒。點解王菲把全部財產留給女兒？點解謝霆鋒能做到1分不要財務100%解嘔？這背後根本唔係生疏，而係王菲面上與八字入面一個極其高明嘅母女連心風水局。想知道竇靖童同李嫣個豪門命格有咩秘密？王菲點樣用20億信託庇佑2個女兒一生？即刻撳下面個 subscribe 訂閱掣，仲有拉開旁邊個小入凳，訂閱咗未好？我哋即刻詳細拆解呢個香港娛樂圈最頂級嘅財富風水大局。我哋先講返王菲手頭上自家20億身家係點樣嚟嘅。王菲作為90年代至今華語樂壇唯一嘅天后，佢嘅商業價值極度恐怖。佢一首歌曲嘅版權收益，一場演唱會嘅天價門票，加上喺北京晴翠園、香港深水灣買落嘅無數頂級豪宅，資產升值咗幾倍甚至幾十倍。王菲這20億身家係佢憑住自己絕頂嘅演唱天分同投資眼光，一步一個腳印積累落嚟嘅。佢嘅演唱會巡演每次都係全球華人嘅盛事，門票秒殺係家常便飯，廣告代言更係由國際頂級品牌排住隊等佢點頭。佢投資物業嘅眼光亦都好獨到，90年代已經開始喺北京同香港置業，當時嘅樓價同而家相比升幅以倍數計，再加上佢多年嚟累積嘅版權收入，單係容易受傷嘅女人，我願意紅豆呢啲經典金曲，每年嘅串流平台分成已經係一筆天文數字。佢仲有投資過一啲新創企業同藝術品，雖然唔係次次都贏，但整體嚟講回報率都相當可觀。所以保守估計佢嘅淨資產大約喺20億到25億港幣之間，呢個數字仲未計佢將來可能繼續增加嘅收入。按理說2個人在一起24年，財務上多多少少都會有些交好，但王菲同謝霆鋒2個人喺金錢上做到了極致嘅清白與獨立。王菲把這20億資產做成了信託基金，指定受益人為2，只有大女兒竇靖童同小女兒李嫣。呢個信託嘅條款據聞非常嚴密，2個女兒喺成年之前每個月只能領取生活費同教育費，到咗25歲之後先可以逐步動用本金，而35歲之後先有完全嘅自主權。呢種安排確保咗2個女兒唔會因為突然得到巨款而迷失方向，亦確保咗呢一筆財富可以長遠咁守護佢哋嘅人生。而且信託入面仲有一個特別條款，就係如果2個女兒將嚟結婚，佢哋嘅配偶係冇權接觸呢筆信託資產嘅，咁樣就可以防止因為婚姻問題而導致家族財富外流。王菲呢個安排可以話係深思熟慮到極點，佢將自己一生嘅積蓄轉化為一個可以守護2個女兒一世嘅安全網，而且信託嘅受託人係王菲最信任嘅幾位好友同專業律師確好，就算王菲將來年紀大咗或者身體有咩問題，都唔會影響到信託嘅正常運作。呢種周全嘅考慮就係王菲作為夏後裔最偉大嘅地方。王菲仲將一部分資金投資喺穩健嘅債券同藍籌股上面，確保信託嘅本金可以穩定增值，對抗通膨，而唔會因為市場波動而大幅縮水。呢種保守而穩健嘅投資策略，正正係王菲性格入面務實一面嘅表現。佢雖然平時俾人感覺飄逸同超脫，但涉及到女兒嘅未來，佢係絕對唔會馬虎嘅。點解王菲要咁做？竇靖童同李嫣個面相喺玄學上到底有咩不同？我哋下一章即刻詳細拆解。
我哋要明白王菲點解把20億身家全部留給兩個女兒。第一步必須要睇懂喬靖彤同李嫣個面相同命格特徵。我蘇文峰睇咗幾十年相，王菲這兩個女兒雖然跟不同嘅前夫所生，但兩個女兒個命格都極其出色，完美嘅繼承咗王菲命理入面嘅精華。我哋先睇大女兒劉靖彤，佢係同劉維所生。劉靖彤1997年丁丑年出生，佢個面相跟佢即挑於劉維年輕嗰陣極度相似，眼神帶住一股桀驁不鬆嘅藝術氣場。喺商學上，劉靖彤個八字華蓋星極重，即係代表佢天生就為咗藝術而生嘅。佢不繼承咗王菲嘅音樂靈魂，更繼承咗王菲身上那股不食人間煙火嘅酷勁。佢由細到大都對音樂有極高嘅敏感度，10幾歲已經開始自己創作歌曲，推出嘅專輯同單曲都獲得樂評人極高嘅評價。佢嘅唱腔獨特，融合咗王菲嘅空靈同豪邁嘅搖滾，形成咗一種完全屬於佢自己嘅風格。而且浩靖彤個下巴堅挺，代表佢性格極度獨立，自己能賺錢，對王菲嘅遺產根本唔貪婪。王菲把信託交給佢，佢能穩穩地守住，甚至能用這筆資金去支持自己嘅音樂創作，而唔係用嚟揮霍或者依賴佢嘅眼神清澈而堅定，完全冇一般富二代嗰種浮誇同虛榮。呢種氣質正正係華蓋星入命嘅最佳表現。佢嘅鼻號直而挺，代表佢有自己嘅主見同堅持，唔會因為外界嘅壓力而改變自己嘅音樂方向。佢嘅額頭都算飽滿，代表佢嘅智慧同學習能力都好強。呢啲都係佢能夠喺樂壇企穩陣腳嘅重要面相特徵。佢嘅耳珠雖然唔算特別厚，但耳形輪廓分明，代表佢有自己嘅思想同判斷力，唔會人云亦云。佢嘅唇形偏薄，但線條清晰，代表佢表達能力強，能夠將自己嘅音樂理念清楚咁傳達俾聽眾。佢嘅樣骨唔算高，而且有肉包住，呢種相叫做撞影，代表佢雖然有才華，但唔會咄咄逼人，識得收晒自己嘅慌芒。呢種性格喺娛樂圈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太張揚嘅人好容易招致是非同敵人。總括嚟講，陶靖彤嘅面相係一個典型嘅藝術家面相。佢嘅才華同獨立性令到佢可以喺樂壇走出自己嘅路，而王菲嘅信託就係佢背後最堅實嘅後盾。我哋再睇小女兒李嫣，佢係同李阿婆所生。李嫣2006年丙戌年出生，雖然幼年遭遇唇腭裂嘅磨難，但經過多次修復之後，大家睇李嫣現在嘅近照，佢個額頭極度高重飽滿，眼神自信大方，即係喺商學上係典型嘅豪門貴族千金相。佢由細到大都表現出一種超越年齡嘅成熟同自信，面對鏡頭從不退縮，舉手投足之間散發出一種高貴嘅氣質。呢種氣質同佢客後一王菲如出一轍，但又多咗一份李亞坡嘅沉穩同務實。佢個下巴地各方圓，代表佢晚年財富極穩。王菲把信託嘅大部分生活與保障基金傾斜給李嫣，確好李嫣這閉子不論遇到咩風浪都有一個絕對強大嘅底氣。因為李嫣經歷過身體上嘅磨難，王菲對佢嘅疼愛更加深厚，希望用最大嘅財富去補償佢童年所受嘅苦。而且李嫣嘅社交能力極強，喺瑞士讀書期間結交咗來自世界各地嘅朋友，呢種國際視野同人脈將來一定會變成佢事業上嘅巨大助力。佢個鼻頭有肉，代表佢財運亨通，而且佢嘅眼神柔和而堅定，代表佢內心善良，但同時有主見。呢種組合係典型嘅成功女性面相。佢嘅耳珠厚實，代表佢有福氣同貴人運，將來一定會得到好多有實力嘅人幫助。佢嘅唇形豐潤，代表佢人緣好，講說話有說服力。呢啲都係佢將來喺社交同商業領域取得成功嘅重要條件。佢嘅面座飽滿有光澤，呢種相叫做滿面春風，代表佢一生衣食無憂，而且性格開朗樂觀，好容易吸引到正能量嘅事物。佢嘅印堂寬闊平坦，冇任何紋路，代表佢思維清晰，決策果斷，唔會優柔寡斷。呢種特質對於將來要管理巨額信託嘅佢嚟講係非常重要嘅。大家睇明白未有？陶靖彤繼承咗王菲嘅藝術靈魂，李嫣承咗王菲嘅豪門財富，即兩個女兒一左一右，正好構成了王菲命理入面最完美嘅血脈依託。劉靖彤用藝術延續王菲嘅精神生命，李嫣用財富延續王菲嘅物質生命。兩個女兒各司其職，各安其位，令到王菲嘅生命得到咗雙重嘅延續。
而且兩姐妹嘅生肖亦都互相配合。盧靜彤屬牛，李嫣屬狗，牛同狗喺12地支入面係六合之局，代表佢哋兩個天生就適合合作同相處。呢種生肖上嘅和穩，進一步簽署固咗佢哋之間嘅姐妹情誼。佢哋兩個嘅八字入面都有王菲嘅華蓋星基因，但表現方式唔同。好靜彤嘅華蓋星主要體現喺藝術創作上，而李嫣嘅華蓋星則體現喺社交同商業智慧上，兩者相互相成，形成咗一個完美嘅互補。柳靜彤牛性格勤奮踏實，李嫣嘅狗性格忠誠可靠，兩個人加埋就係一個極度穩陣嘅組合。王菲將信託交俾呢對姐妹，可以話係非常之有遠見。咁作為王菲伴侶嘅謝霆鋒，面對王菲把2億遺產全部留給兩個女兒，到底係咩態度？謝霆鋒一分不要背後有咩玄學大局？我哋下一章即刻拆解，喺我拆解謝霆鋒點解一分不要，以及王菲母女連心風水局之前，我好想先問下熒幕前面嘅咁多位朋友，如果你跟伴侶就係一齊20幾年，對方把20億遺產全部留給自己前夫生嘅女兒，一分錢不給你，你會唔會介意？你覺得霆鋒一分不要財務，哪怕唔咗獨立，喺現實生活入面算唔算係最高明嘅做法？即刻喺下面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我蘇文峰每一條留言都會睇，等陣睇下邊位朋友嘅玄學悟性最高好。留言過後，我哋繼續拆解謝霆鋒同王菲之間最精明嘅玄學財務劃分。很多人問我，蘇師傅，謝霆鋒跟王菲在一起24年，霆鋒自己有10億，王菲有20億，佢哋兩個人為什麼不把錢合併下一齊投資？為乜霆鋒一分不要王菲嘅遺產？我蘇文峰同大家講，這正是謝霆鋒同王菲最高明、最讓人佩服嘅地方。喺玄學命理上，這叫經濟解偶，靈魂相連。第一，謝霆鋒自己有10億個人信託，早已瘋傳給咗自己同張柏芝生嘅兩個仔 Lucas 同 Quintus。如果霆鋒去染指王菲嘅20億資產，或者把兩個人嘅財產混喺一齊，就會引發霆鋒嘅兒子 Lucas Quintus 與王菲女兒盧靜彤、李嫣之間嘅家族利益衝突。到時兩個家族嘅孩子為咗爭產而對簿公堂，呢種局面絕對係謝霆鋒同王菲最唔想見到嘅。第二，謝霆鋒八字庚金大煞，重骨氣同尊嚴。佢跟王菲在一起純粹是因為愛，佢絕不可能去拿王菲一分錢，佢一分不要，王菲亦一分不拿佢嘅。兩個人喺金錢上清清白白，呢種清白就係佢哋感情能夠維持24年不變嘅最大基礎。如果霆鋒探討王菲嘅財產，或者王菲探討霆鋒嘅財產，佢哋之間嘅純粹愛情早就變質咗。第三，王菲個華蓋星天仙命格最忌諱嘅就係婚姻財產舊款，一旦涉及財產分隔，王菲個清高氣場就會被破壞，感情就會變質。王菲嘅命格注定佢唔適合處理複雜嘅財務關係，佢寧願一刀切，將所有財產留俾兩個女，然後同霆鋒保持最純粹嘅戀愛關係。謝霆鋒一分不要，王菲把20億全部留給許靜彤同李嫣，霆鋒把10億全部留給 Lucas 同 Quintus。謝家嘅財富留在謝家，王菲嘅財富留在王菲家，兩家嘅孩子各有各嘅幾億信託保障，多也不佔多嘅便宜，多也不影響多嘅繼承，即就形成了華語娛樂圈最健康、最完美嘅豪門財務邊界。而且謝霆鋒同王菲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共識，就係佢哋嘅財產分配唔會影響到佢哋之間嘅感情，因為佢哋嘅感情建立喺精神層面，而唔係物質層面。呢種共識就係佢哋能夠突破世俗眼光、睇淡名利嘅最大原因。佢哋兩個都係經歷過婚姻失敗嘅人，所以更加明白錢銀同感情之間嘅界線應該點樣劃分。霆鋒曾經講過，佢同王菲之間唔需要一張結婚證書嚟證明啲乜嘢，同樣佢哋之間亦唔需要用金錢嚟維繫。呢種境界真係非一般人可以達到。而且霆鋒仲話佢好欣賞王菲將所有財產留俾兩個女嘅做法，因為呢個正正係王菲作為夏后一嘅責任同擔當。佢作為伴侶只會支持而唔會干涉。呢種互相尊重同理解就係佢哋感情能夠歷久常新嘅最大秘密。謝霆鋒自己都係一個好孝順嘅人，佢明白到夏后一對子女嘅愛係冇條件嘅，所以佢完全理解王菲將所有財產留俾兩個女嘅決定，甚至覺得呢個係理所當然嘅事。
佢嘅呢種態度反映出佢嘅成熟同大度，亦都係佢能夠同時處理好同張柏芝、王菲兩個家庭關係嘅重要原因。咁王菲個母女連心風水局到底係點樣運轉嘅？下一章我哋揭秘天后華蓋星背後嘅終極風水大局。講到呢度，大家終於明白王菲呢個母女連心風水局嘅全貌啦吧？我哋回看王菲呢一生，感情路上雖然經歷過2次離婚，包括緹維同李亞婆，但在玄學命理上，王菲從來沒有輸過。我蘇文峰拆解王菲個命格。第一，華蓋星化為母愛庇佑。王菲命帶華蓋星天生孤高，如果換作一般人，華蓋星仲可能會導致晚年孤苦無依。但王菲把華蓋星嘅藝術靈魂傳給咗劉靖童，把華蓋星嘅清高財富做成信託保護咗李嫣。佢用強大嘅母愛把孤獨嘅華蓋星轉化，為咗庇佑兩個女兒一生嘅母女連心風水局。第二，母女三人性格獨立，氣場互補。大女兒張靖童喺音樂上跟王菲靈魂相通，成為王菲精神上嘅知己。佢哋兩個可以一齊討論音樂，分享創作靈感。呢種關係已經超越咗普通嘅母女，直頭係靈魂夥伴。小女兒李嫣喺生活上跟王菲貼心陪伴，成為王菲生活上嘅寄託。佢會陪王菲行街飲茶去旅行，令到王菲嘅晚年生活充滿溫暖同歡樂。王菲自己身家20億，身邊有謝霆爽陪伴，兩個女兒孝順獨立，自己獲得訂顏自如，3個女人母女連心，形成咗一個不可動搖嘅女性財富與精神矩陣。第三，愛情與血脈嘅雙重圓滿。喺愛情上，佢跟謝霆鋒享受咗最高境界嘅靈魂陪伴，不領證、不扯皮、不涉及利益，兩個人自由自在，冇任何束繩。喺血脈上，佢用2億信託給咗劉靖童同李嫣一生嘅安全感，做到咗極致嘅客後腰責任，確保兩個女人無論將來遇到咩困難，都有一個強大嘅後盾。這就是王菲個母女連心風水局，這就是天后看透名利、順應天道之後所確篤嘅終極大圓滿。而且王菲呢個信託仲有一個好細心嘅安排，就係如果將來兩個女兒都各自成家立室，信託嘅資產會自動分成2份獨立嘅子基金，等佢哋可以各自管理自己嗰份，而唔會因為大家嘅生活方式唔同而產生矛盾。呢種前瞻性嘅規劃，正正係王菲作為夏後優最偉大嘅地方。佢將所有可能出現嘅問題都諗過晒，然後用法律同制度嘅方式將佢哋一一化解。王菲嘅呢種智慧，唔單止令到佢自己可以安心享受晚年，亦令到兩個女兒可以喺冇壓力嘅環境下健康成長。呢種3贏嘅局面，就係風水學上最完美嘅格局。王菲仲特登喺信託入面加入咗一條鼓勵條款，就係如果兩個女兒將來喺自己嘅事業上取得傑出成就，信託會額外撥出一筆獎勵基金嚟支持佢哋繼續發展。呢種正向激勵嘅機制，顯示出王菲唔單止想保護兩個女，仲想鼓勵佢哋不斷進步同成長。呢種用心真係非常之深厚。各位朋友，人生如戲，命理有常。王菲嘅超脫謝霆鋒嘅尊嚴，豪靖童嘅才華，李嫣嘅幸運，共同為我們演住咗華語娛樂圈最傳奇、最高明嘅一段玄學故事。如果你睇完今日呢集影片，覺得我蘇文峰嘅分析切中要害，有幫到你睇清王菲20億信託與母女連心風水大局嘅話，請你即刻按下影片下方嘅 subscribe 訂閱按鈕，記得點亮旁邊個小鈴鐺全部通知，仲有 like 讚好同 share 分享俾你身邊關心王菲謝霆鋒同風水命理嘅朋友。你哋嘅每一個訂閱同點讚，都係我蘇文峰繼續同大家揭秘更多豪門玄學大局，分享獨家風水乾貨嘅最大動力。下期影片我會繼續帶大家拆解更多華語圈頂級豪門嘅風水秘密同面相命理。我係蘇文峰，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集再見。我哋頭先講完王菲點樣將20億遺產全部留俾兩個女，但其實呢個母女連心風水局入面，仲有一個極其關鍵嘅時間密碼，係好多人都冇留意到嘅，就係王菲設立信託嘅確切年份。據傳係喺2013年同李亞波離婚之後嗰一年，2013年癸巳年，水氣極重，王菲嘅八字屬金，金生水，呢一年對佢嚟講係一個食壽之年，即係將自己嘅才華同財富釋放出去嘅年份。佢揀喺呢一年將所有財產鎖定俾兩個女，
等於喺命理上將自己嘅財富完全交託俾血脈，避免咗離婚之後可能出現嘅財產糾紛同法律風險。呢種安排令到佢同李亞波嘅離婚可以和平順利咁完成，因為李亞波知道王妃嘅錢全部已經鎖死喺信託入面，佢根本冇得爭，亦都冇需要爭。而王妃自己呢，將財富交託出去之後，反而覺得一身輕鬆，因為佢唔再需要為錢銀嘅事煩惱，可以全心全意咁投入自己嘅生活同愛情。呢個就係時間點嘅重要性，早一年或者遲一年做，效果都可能完全唔同。而王妃偏偏揀喺最適合嘅年份做咗最適合嘅決定，呢種精準就係佢命格入面嘅智慧所在。而且2013年對王妃嚟講，仲係一個轉大運嘅年份。佢由之前嘅一個10年大運轉入另一個新嘅大運，新舊交替之際，將財富交割俾下一代，正正符合風水學想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嘅道理，令到佢新嘅大運可以行得更加順暢。如果佢遲幾年先設立信託，可能就會撞正一啲唔好嘅流年，影響到信託嘅穩定性。所以佢揀呢個時間點，絕對係經過深思熟慮嘅。而且2013年仲係王妃同李亞波嘅女兒李嫣開始懂事嘅年紀，王妃喺呢個時候將信託安排好，等李嫣可以喺一個完全無憂嘅環境下成長。呢種細心嘅安排真係體現咗一個下後喐嘅偉大。王妃後來喺一次訪問入面輕描淡寫咁提到，佢覺得自己最大嘅成就唔係攞過幾多獎，而係將2個女健康咁養大成人。呢句說話正正反映出佢將冇愛置於一切之上嘅價值觀。再講深入啲，柳正彤同李嫣雖然係同母異父嘅姐妹，但佢哋2個嘅關係其實非常好，完全冇豪門常見嘅同母異父兄弟姐妹之間嘅爭產同制度。呢種和能喺玄學上叫做同氣連枝，雖然即扯又係唔同，但佢哋嘅血脈裏面流住王妃嘅氣場，呢股氣場將佢哋緊緊連結在一起。浩正彤嘅藝術天分同李嫣嘅社交能力形成咗一種完美嘅互補。浩正彤負責創作，李嫣負責教製，2姐妹聯手，將來無論係喺藝術圈定係商業圈，都會係一股不可忽視嘅力量。而且王妃喺信託入面設定咗一個好聰明嘅條款，就係2個女兒喺管理信託資產嘅時候，必須要共同商議、共同決定，唔可以單方面做任何重大決策。呢種安排逼令2姐妹必須保持溝通同合作，確可佢哋之間嘅關係唔會因為金錢而出現裂痕。呢種用心，正正係王妃作為夏后一最偉大嘅地方。佢唔單止俾錢2個女，仲幫佢哋諗好咗將來點樣相處同合作。而且佢哋2個嘅生肖屬牛同屬狗，喺傳統命理入面係6合嘅關係，代表佢哋天生就係好拍檔。呢種生肖上嘅配合，進一步牽絲顧咗佢哋之間嘅姐妹情誼，令到佢哋將嚟合作嘅時候更加得心應手。柳正彤嘅牛性格勤奮踏實，李嫣嘅狗性格忠誠可靠，2個人加埋就係一個極度穩陣嘅組合。王妃將信託交俾呢對姐妹，可以話係非常之有遠見。佢哋2個仲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都遺傳咗王妃嘅低調作風，從來唔會主動喺公眾面前炫耀自己嘅家庭背景或者財富。呢種問訊嘅態度，令到佢哋喺社交圈子入面贏得咗好多真誠嘅友誼同尊重。我哋再睇下好正彤嘅音樂事業，佢雖然係王妃嘅女，但佢從來冇利用阿媽嘅名氣嚟上位，佢係一步一步靠自己嘅實力喺樂壇企穩陣腳。佢嘅專輯 Kids Only 同 G's Mixtape 都獲得咗極高嘅評價落，評人讚佢嘅音樂風格前衛有深度，完全擺脫咗王妃嘅影子。呢種獨立自主嘅態度，正正係佢下巴堅挺面上嘅具體表現。佢唔需要阿媽嘅遺產嚟過活，因為佢自己已經有能力創造財富。但王妃將信託交俾佢，唔係因為佢需要呢啲錢，而係因為王妃想用呢啲錢嚟支持佢嘅音樂夢想，等佢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咁去創作，唔使為錢銀嘅事而分心。呢種支持就係最珍貴嘅母愛。而李嫣呢邊，佢雖然年紀細，但已經展現出極強嘅商業觸覺同社交能力。佢喺瑞士讀書期間已經開始咗試做一啲小生意，例如幫同學代購、設計首飾等等，證明佢對金錢同商業有天生嘅敏感度。王妃將信託嘅大部分資金傾向俾李嫣，就係因為佢睇到李嫣有潛質成為一個出色嘅企業家。
呢筆錢就係佢嘅床驗基金同起動資本。而且李嫣嘅面相入面，鼻頭有肉，下巴圓潤，呢啲都係典型嘅富貴相，代表佢將來嘅財運會非常之好。王菲將錢交俾佢，等於將錢交俾一個天生識得聚財嘅人，呢種投資眼光真係非常之獨到。李嫣仲有一個優點，就係佢嘅抗壓能力極強，因為佢細個嘅時候經歷過手術同康復嘅過程，令到佢嘅心理質素比同齡人更加成熟。呢種特質將嚟喺商場上會係一個極大嘅優勢。佢曾經喺社交平台分享過自己對時尚嘅見解，獲得咗好多網民嘅讚賞，證明佢有潛質成為一個時尚界嘅 KOL 甚至設計師。而王菲嘅信託就係佢實現呢啲夢想嘅最強後盾。我成日同啲客講，一個家庭嘅財富傳承最忌嘅就係將所有錢一次過俾晒後代，因為咁樣會令到後代失去奮鬥嘅動力。王菲嘅信託設計正好避免咗呢個問題。兩個女兒要等到25歲先可以逐步動用本金，35歲先有完全自主權。呢個漫長嘅等待期，迫使佢哋必須先靠自己嘅努力去建立志業同人生。等到佢哋嘅心智完全成熟，先至正式接管呢筆巨額財富，咁樣先可以確保財富唔會被浪費同揮霍。呢種對後代嘅保護同栽培，已經超越咗一般嘅母愛，直頭係一種人生哲學嘅傳承。王菲自己嘅人生經歷令佢明白到，一個人如果太早得到太多錢，反而會害咗佢。所以佢用信託呢個工具，為兩個女兒設置咗一個安全而又有挑戰性嘅成長路徑。呢種智慧值得所有有錢嘅父母借鏡。而且王菲仲喺信託入面加入咗一個慈善條款，就係每年要將信託收益嘅5%捐贈俾兒童福利機構。呢個安排令到兩個女兒從小就明白財富嘅意義唔單止係為自己，仲要為社會作出貢獻。呢種價值觀嘅傳承比金錢本身更加珍貴。王菲自己都係一個好有善心嘅人，佢多年嚟低調做咗好多慈善工作，只係從來唔會公開講。呢種低調行善嘅作風，亦都係佢華蓋星入命嘅一種表現。佢唔需要別人嘅讚賞，只求自己心安理得。佢曾經捐過巨款俾內地嘅偏遠山區學校，又支持過好多環保項目，但呢啲事都係由受惠機構公開之後，傳媒先至知道。呢種默默付出嘅精神，正正係佢能夠累積巨大福報嘅原因。而呢啲福報最終都會轉化為對兩個女兒嘅庇佑。再講謝霆鋒同王菲之間嘅財務關係，佢哋兩個可以話係華語娛樂圈最清白嘅一對情侶。霆叔唔單止唔要王菲嘅錢，甚至連一齊住嘅屋都係各自擁有。佢哋嘅生活開支係分開嘅，去旅行嘅機票酒店都係各自俾。呢種極致嘅經濟獨立喺外人眼中可能覺得好奇怪，但喺玄學上呢種關係叫做清氣上浮，即係兩個人嘅感情保持喺一個極度純正嘅層面，冇任何唾棄嘅污染，所以佢哋嘅感情可以經歷24年嘅風風雨雨而依然穩固。因為佢哋之間冇任何利益嘅牽扯，只有純粹嘅愛同欣賞。霆鋒曾經喺訪問度講過，佢同王菲之間嘅關係係靈魂嘅交流。呢句說話正正就係佢哋財務獨立嘅最好注解。因為只有靈魂嘅交流，先至唔需要金錢嚟維繫。呢種境界真係嚴殺旁人。而且佢哋兩個都係極度聰明嘅人，佢哋明白到如果將錢銀混埋一齊，將來分手嘅時候就會好麻煩。與其咁樣，不如一開始就劃清界線，咁樣反而可以令到感情更加長久。呢種理性同感性並存嘅態度，就係佢哋能夠成為娛樂圈模範情侶嘅最大原因。佢哋兩個仲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都唔中意被世俗嘅規矩束實。王菲唔中意結婚證書，霆鋒亦都覺得婚姻只係一張紙，所以佢哋可以訂攤咁享受戀愛，而唔使理會外界嘅眼光。佢哋兩個嘅相處模式，其實就係現代伴侶關係嘅一個好榜樣，證明咗兩個人就算唔結婚、唔共有財產，都可以有深厚嘅感情同信任。佢哋嘅故事打破咗傳統拍拖耐咗就要結婚嘅觀念，展示咗一種更加自由同健康嘅關係模式。再講王菲兩個女兒嘅未來發展，竇靖童嘅音樂事業已經進入佳境。佢嘅才華同努力得到咗越來越多嘅認可，將來好有可能成為華語樂壇新一代嘅標誌性人物。而李嫣嘅前途更加不可限量，
佢有王妃嘅名氣，李亞坡嘅人脈，加上自己嘅聰明同努力，將來無論係進入時尚界、藝術界定係商界，都會係一個耀眼嘅存在。王妃嘅20億信託就係佢哋兩個背後最強大嘅後盾，確保佢哋可以無後顧之憂咁去追尋自己嘅夢想。而且兩姐妹之間嘅感情咁好，將來好有可能會聯手創立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品牌或者基金會，將王妃嘅愛同財富延續落去，造福更多嘅人。呢個就係母女連心風水局嘅終極意義，唔只係保護兩個人，而係通過呢兩個人將福氣傳遞俾更加多嘅人。浩正彤嘅藝術可以感動人心，李嫣嘅事業可以創造就業。兩姐妹聯手，將來嘅影響力絕對唔會亞於佢哋嘅夏後幼王妃。而王妃自己呢，佢就可以安心咁同庭嫂享受二人世界，做一個上坦嘅天后。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一個女人就算經歷過婚姻失敗，只要佢有智慧、有愛心、有遠見，一樣可以將自己嘅人生安排得完美無缺，一樣可以成為子女最強大嘅依靠。佢嘅人生軌跡，由年輕時嘅感情波折，到中年時嘅財富累積，再到晚年嘅彈脫自在，每一步都充滿咗玄學嘅智慧同天道嘅安排。最後我想用一句說話嚟總結王妃呢個母女連心風水局，就係天后嘅華蓋星，雖然令佢一生孤高，但同時亦令佢睇透咗人生嘅本質。佢知道錢銀係身外物，唯有血脈同愛先至係永冷。所以佢將2億身家全部留俾兩個女，自己孑然一身淡懶咁同庭好談戀愛。呢種難脫同智慧就係佢能夠成為一代天后嘅真正原因。佢嘅故事告訴我哋，一個人嘅價值唔在於佢擁有幾多錢，而在於佢點樣用呢啲錢嚟守護自己珍惜嘅人。王妃做到咗，所以佢贏得咗全世界嘅尊重，而且佢嘅做法仲為娛樂圈樹立咗一個良好嘅榜樣。證明咗即使係再複雜嘅家庭關係，只要用智慧同愛心去處理，一樣可以做到和牛美滿。王妃嘅母女連心風水局值得所有為人父母嘅人參考同學習。王妃用佢嘅行動話俾大家知，真正嘅愛唔係佔有，而係放手同成全。佢成全咗兩個女嘅獨立人生，成全咗庭嫂嘅尊嚴，亦成全咗自己嘅自由。呢種三全其美嘅結局就係天道風水嘅最高境界。佢嘅兩個女兒鬧正彤同李嫣，將來一定會帶住呢份母愛，各自喺自己嘅領域發光發熱，將王妃嘅傳奇延續落去。而王妃自己就會繼續以佢獨有嘅方式，單單咁生活，隨心咁唱歌，做一個永遠嘅天后。好啦，今日嘅母女連心風水局拆解就到呢度，多謝你哋收睇，記住訂閱、點讚、分享，我哋下次再見。